1950年代有一群人，或者说是一大群人，我们说的政治犯被放在火烧岛上面。对当地的居民来说，他们其实是觉得恐慌的，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他们就会觉得哇，来了一群罪人。可是，在一个岛上面，你一定会有互动，因为他们必须去市场买鱼，再加上他们后来为绿岛带来了医疗的建设，甚至是教育资源的提升，所以他们跟居民就有互动了。有互动之后，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，因为在居民的心目中，原来犯人跟他们想的不一样。这些犯人怎么有这么多的技能？怎么有这么高的知识？被军官讲说是毒蛇猛兽的人犯，竟然运用他们自己的专业，他们就在那边没有菜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自己筑篱笆挡海风，他们可以把流麻沟用水利工程的方式把它截弯取直做水坝。没有教育，他们就帮当地的小孩子办小学，让他们有办法到台东去跟人家一起考国中、考高中。那没有医疗，那就更不用讲，他们里面很多人都是医生，他们就直接在里面盖了医务所，在里面帮绿岛居民看病。他们必须要用各种方法来合作，或是互相帮忙、互相照顾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应该就是这个，把故事放在这群在当时候的医生们，或者当时那边的思想方面，他们在那边的各种努力、各种协助、各种寻找生命重心的这些过程呈现出来。我们想说的是，这一群人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故事，所以你会在这部戏里面看到的是不同的面貌。例如主角阿贵，他是一个农民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像是所谓的高知识分子、医生，像是木熊、复原或是有德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你一样可以看到念美术的朝琴，你同时可以看到像是王章、小六这种外省籍的所谓的政治犯在里面。对应的，你一样可以看到像是处长这样的一个军官角色。整个故事某种程度像是一个台湾岛的寓言，我们被迫挤在这个小小的岛上，我们中间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，因为文化背景，或多或少有一些冲突，有点摩擦。但是当大家要活在一个岛上，我们真的必须要同心协力。如果在彼此猜忌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1950年代距离我们现在才70几年而已，绿岛的星空非常的美，在这样浩瀚的星空底下，让我们觉得是如此的宽大，但是在这个星空底下，却有着一个被黑潮撞击、包围、带来压迫与束缚的岛屿。那我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。